高雄有一只专门特别的马古创作剧团，是一对本地提高才艺班的张金华所创立的。伊是初到自强养眼，认真治疗家下有路客人，佮用心的照顾伊、皮伊，一路家庭爱振作起来。每认真佮好声音呢，一路同老公讨论呢，家庭爱整一只创作剧团，以各只医疗院所和各社福机构公益演出，有共用理念的剧团成员，各行各业都有，有卖外在人呢，有社工，有先生，没有演员。大家登上路系自家花钱，乃路去义务演出。今年暑假，因能许多的美女用客家故事图画书，带本当地声音的无共样嘅学习同欢乐，向下领认识一个特别的剧团。然后就请小朋友说来讲字声这样。正式演出以前，大家都给练，向下讨论节目安用嘅嚟进行。闻到花香味，真的闻得到吗？有。闻到之后，妈妈说好，这个桥段 OK， 偏带一点。1、2、3，机器人。1、2、3，小鸟人。好，来。张金华喺剧团团中，暑假期间，佢同团员嚟到闽南，讲客家嘅图画书嘅故事。喺讲故事以前，先放送客家嘅儿童歌曲，见唱见跳，爱上声音嚟嘅注意。从歌嘅创作呢，就正式进入主题，含见教书杜红嘅汉诗、客家运用嘅歌，为加深大家嘅印象。现在国小也有在推客家的客家语，对。那我们想说，那我们就规划这样一系列的，然后用关键字来请客家语老师来重复说这个关键字，好让孩子也可以认识到客家语的美的地方。我们当然我们会先讨论故事的内容，对故事的内容底部请一些些的对声音的有兴趣的话。无同一个东西呢，几小声人呢，可能更加拢记唔得一啲东西嘅。无同起码嘅东西呢，同本身人哋第一下，我哋呢，以前玩西谷嘅地方无同，哈。是什么呢？是小的，不晓得，就想要这样子办。是口水鸡，可以插口水。俾到位观众较专心，听到讲故事和批点陶器，带定家长同小朋友向下来互动，也把表演听到用时间做无共用嘅变化。其实也都对树地杯譬如讲嘅边的木蛋方嘅皮蛋比起来嘅动向，我哋都想到可以用一半嘅夹下一个时间来做一下一个表演。听到边讲图画书杜红嘅故事，还不是教讲下，同时还有创意嘅互动游戏好教。但为现场没有自然来好本演做，爱参加嘅民众都有同层嘅印象。就是没来过这边说有那个积木的啦，我想说来看刚好碰上这个活动，就带他来玩。丝巾，然后带团康，我觉得很有趣，很活泼然后感觉还蛮会带活动的，然后参加完会觉得意犹未尽。要睇房要有丰富表情嘅总金华，现在系传艺班先生，东南上秀也下其他舞台好带分销本大家。其实几行年前，其实速度自强养眼，美食动艰苦。住了快1个月，都是我的小孩请假来照顾我，大小便量那个尿桶他们不会怕帮我擦屁股，然后我就觉得哇，很谢谢他们。我开完刀，那眼睛张不太开的时候，那个一线之间，我看到我妈妈站在我的床前面在哭，所以我就告诉自己说，我要赶快坚强。佢同硬场头次聊到差唔多过后，就同家老公讨论我来做乜嘅，认真动学生嘅呢，佢嘅 team 来成立，用公益表演嚟做主题嘅剧团。因为我在生病的时候。那我小儿子他是一个比较不会表达的小男生，可是，在那个阶段，他会告诉我说：“妈妈，现在几点了？12点，你再等2分钟。”说干嘛？再等2分钟，我就会变成马古精灵。到时候你叫我做什么，我都会跟着你做。对啊，那我就觉得他们很有心要让我开心。对。
对，所以我必须要更加快脚步的振作，对，所以才成立这个剧团。出演過後，總檢法開始前派啲劇團來健康健康，和潛在要強用理想嘅朋友共下來教業。一條團員坐到天台巷讀劇本，亦當係高雄嘅文化中心嘅開放空間，認真劇團差唔多蘑菇天內練習重提。就算練習重提，冇乜嘅設備，簡簡單單，加掉行喺度滿足。其實呢，我們剛開始啊，就是捷運站裡面，捷運站。那因為有時候我們排練的聲音變化，怕會影響到他們。我們曾經被趕過好幾次，所以我們最後呢就決定在文化中心這個地方當做我們的排練場啊。因為我們沒有工作室，所以我們就用這樣的方式來訓練自己的膽量。其實一條團員本來都係冇表演經驗嘅人，常常人都有一項興業嘅條路，認真同好戲劇，未同上嘅打幫參加劇團來做條嘅工業。我自己本身也是素人演員起來的，我們都不是專業的，所以大家一起學習。好，那比較有經驗的、比較厲害的，他就會來教我們來說，帶一些情緒啦、角色啦，要怎麼進入那個角色，就會有比較專業的來教。我目前的職業是社工，因為我什麼都不會啊，一直憑着一股就是想要參與的心。那老師就是在召集我們訓練的時候，那就會告訴我們說，比如說我這個角色，他應該是要什麼語氣，或者是說我應該要什麼動作，他都會指導我們這樣。平常時家條會安排去醫院同社福機構講故事同做戲，為大眾攞本家條聲音呢，未搞其家條愛學得勇敢。如果我們到的是醫院。兒童醫院，我們找的主題就是要告訴孩子勇敢。對你面對任何事情，就像生病也好，你面對很多你懼怕未知的東西，我們要告訴他勇敢。所以我們的劇情裡面，我們就會偏向找勇敢的繪本下去改編，但是我們不會告訴他這個故事就是告訴我們要勇敢，不會，我們會讓孩子看完整個劇，他就會去思考。總檢法同前家對抗相同嘅勇氣加入到劇團腔，佢希望肯擺公益演出，為開展到行卡度嘅素材戲，帶本偏向嘅聲音呢行卡度嘅正面能量。